少年，你为啥会举插刀要杀我？恁老母伊也已经恢复原形啊，你来举插刀要杀我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无唔对啦，阮阿娘已经恢复原形啊啦。也毋过你知影我是要杀你，臭豆腐你啊！你是安那要甲阮阿娘讲吼？你练的仙丹，练好，互伊食了后，伊就我都上天地。像即款无影无迹的话，你也讲会出来？你目的是不是为着要骗钱？拢为着钱对无？少年，讲话唔当安尼讲哦，迄是恁阿娘来拜托我呢。搁来讲，练仙丹食要上天庭，那无可能。好啦，有可能也是你的代志，无可能也是你的代志。导师啊，我是无叫你臭导师哦。这件代志吼，就准讲我来拜托你。你嘛知影，阿娘敢若一个尔啦。我无希望讲吼，阮阿娘听你的话，一日敢毋敢若想要上天庭吼，会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拜托你，你会当搬入去阮这个所在，啊，互阮阿娘吼找袂到你的人，安尼伊就袂安尼一日到晚安尼空空小小想要上天庭。你我拜托一下好无？要叫我搬离开这个所在，无可能。啊？我遮住遮尔久啊，你叫我搬，我有搬哦。我是好嘴你来参详，你也毋肯哦。好，是你逼我的哦，是你逼我的哦，我对你无客气。呀！凭你，对，拿一支菜刀尔，就要威胁我，你要早了，你较紧嘞，较紧嘞，救人哦，救人哦！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，看你要走倒去，你给我走。你讲啊？啊！你创啥？我在拍网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拍网哦，莫阁用大炮哦，讨债哦，网吼若无死，我先互你惊死哦。我知啦，我即摆拢用手拍。啊！你看敢来，蒋公你，甲你背一个无主去念调咧啊吼！看你搁走倒去，你搁走倒去，死网啊，甲恁爸吵规暝，害恁爸拢袂困去啊！哦，输我的血，搁输甲大腹肚汤啊！你嘣，哦，敢食我的血，煞搁食甲碰风啊！你咪绝对甲你布一个，互你嘴炎炎你。哟，先生，你咧食物件哦？嘿啊，敢若真好食，我嘛要食。你也会哦？嘿，好。先生，那感觉咧酸酸搁臭腥，迄是啥？蚊啊！哦，蚊啊！妞妞，后生，妞妞你要紧哦。后生啊，我人是无要紧啊，要毋过我感觉哦，我搬到头壳哦，用要歹去。你看我无聊就好。这条仔遮一排拢总15支，啊若这草红3000几支，这白针啊拢总200-300块，我拢算到1200你若毋信，你去来算看卖咧。妞妞，我知影你伤苦啊，其实哦，我嘛足思念你的，所以哦，我嘛招雷车。在遮吼要来看你，好是，我嘛真想你的。哦，来，雷声的。喂，先生，什么代志？你较入来咧。好。你啊，你安尼转来你啊。你要搞包啦！你甲看哦，人迄个护士哦，才对娘娘对偌久尔哦，人伊就会思念伊，伊就招你来甲看。啊，你对我3、4千年，你就爱顾护士招你才要来，就对。这无咯。生啊，我嘛足想你啊！啊，问题是吼，你用掠遮乖哦，即摆巡逻拢剩我一个人咧巡呢，我巡到真正含你变数就无时间呢。啊，而且哦，我足想要来甲你看的。哦，唔安尼我讲哦，台猪多样要来甲你看呢。我吼杀一只牛，吼啊，搁烤乳猪，搁一只羊，吼，搁选了一只石斑，吼，一杯大白鲨，搁有6斤的鸡卵，哦啊哦，我穿偌济呢，我塞规拖拉裤来呢。啊？恁说咧听着足感动的。感动哦！我紧物件有摘来，紧摕出来就好啊。好啊！啊我吼这都放伫外口呀。那去甲放在外口。都海关唔好入来啦。海关无你入来？唔啊！物件咧？物件哦，我是讲哦，既然都袂当入来，规都要食饱才入来。哦，顶到规巴肚有够艰苦的哦。
哦，啊，你为着我，搁摕物件倒外口甲食，甲涨到。嘿啊，多谢哦。免客气啊。娘娘，其实吼，阮会走来吼，还佫有一个目的呢。什么目的？无人吼，阮想讲吼，要叫恁两个吼出去。对啦，师，阮今日哦，恁遮关哦真艰苦，你叫恁两个出来。啊，叫阮出去无效啦。但讲一句仔实在啦，即个所在吼，本来就毋免你家己，我就会当处理啊啦。但我的功夫遐尼好，对无？我哪有可能我就通处理？师呢？啊，你嘴闭开我看。啊，我听你整暗，臭大仙！你若讲吼，伫互人迄凡间吼，迄壁有个阿妈头，啊是迄类吼，用迄个炸弹咚咧，就一空就听选出去。啊，人这这种台北的呢，这旋啊落去空的，你也有法度。我甲你讲啦，那恁先的道行是3、4千年啊，啊你的减我的道行，还佫减几千年啦。那即款的这旋啊空的吼，关我袂牢啦。你佫东墙铁壁，共阮关我袂牢啦。哈哈，好啊好啊，莫在遐臭蛋。那你的尻川几支毛，我拢看现现的啦。我袂骗你啦，那我的功夫吼，伫咱这天庭算教级的啦。啊，老实讲啦，迄齐天大圣孙悟空吼，看到我就佫叫我师兄啦。啊，三太子李落车吼，看到我吼，伊的功夫要在我之下，不在我之上啦。你知唔知？就是遐臭蛋啦，伊都吼，逐项拢拎到个喙硬啦。我倒迄个懵倒，你讲诶，先生，啊你安尼我出来就出来。你唔知哦，你唔知我功夫厉害哦，我要出来，我随时不管是听我出来。搞唔正呢，先生你早就好老跑啊咧。哎哟，袂用你啦，我讲互你听啦。虽然我讲若离开这个天路吼，出去到外口的仙界吼，迄玉皇大帝吼是到处拢总布满迄个电眼，啊每一粒镜头拢抢会着。啊我即摆出去哦，伊随时知影讲我伫倒一粒镜头，行到倒伊嘛是搁去撞倒转来啊。哦，我比迄小孔俊连较厉害。哎呦，娘娘，啊你咧，我都共款啊，我意思吼，甲你讲共款啊，也是恁两个真正有够好变的啦。遐臭大真正毋要纳税金票，遐即落天庭的加到是安那，比凡间较贵尔啦，即边山啊挑迄边庄啊，头前是安那，头前敢有用？啊，迄咧关心色的啦，迄是咧关心，都无咧关人你咧。啊，共款啦，我即马对天门吼，走去到凡间啦，咱就天边天将掠起来啦，坐甲一顶啦。我即摆上烦恼的，就是咧烦恼讲吼，咱这个玉皇大帝吼，伊迄个人吼，甲鬼都无共。哦，当然咯。啊，伊的心情吼，拢照伊的情绪伫咧行。伊即摆心情歹一天，我怒的就爱加关一天。加关一天。要伊歹一年，我怒的就爱搁待一年。伊若歹10年，阮就待10年；歹100年，阮就待100年；若歹咧3000年，阮就爱搁互伊关3000年啊！哦，啊，到时这福神蠓仔酥拢互你食了了。是3000年，莫讲3000年啊，若300年哦，阮凡间迄个阿牛阿翁，就爱转世过来待。啊，好神啦！娘娘我即摆心肝吼，伫咧凡间啦，我人吼互关伫咧遮，我无法度咧去看啦，我是要。好神，娘娘哦，这听你对毋对？对啊。你即摆紧嘞，随时去凡间去看阮翁，吼。啊？你叫我去看恁翁？嘿啊，毋是，我讲哦，用去看尔哦，袂讲我哦，无会桃色纠纷哦。我知啦。娘娘啊，我看毋通哦。到时阮两个人搁落哦，去互玉皇大帝知影哦，到时乖乖倒遮，哈，拄啊四脚在在倒拍麻将拄好。你讲个啥物话？就算讲吼，上刀山，落油鼎，为着娘娘，我安怎艰苦吼，我嘛一定要落去。真想呀！真想呀！安尼好，我听你，娘娘啊，回去哦，你若袂放心，我保护福神来。你落去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？你，恁人我无兴趣啦。你即摆咧讲啥啦？我毋是讲阮阿牛阿翁啦，我咧烦恼福神啦。我甲你警告哦，你上好甲伊斗阵哦，毋通甲磕着一支骹毛哦，也若无你有代志哦。我才袂咧惊伊咧。那你这哦，我较惊你咧，惊你甲我安怎咧？你咧水面。哦。较细啦。道长啊，无你先怎咱会倒咧压阮囝啦？我举倒压恁囝，是恁囝举倒咧害我的啦。哎呦！哎，舅爷啊，道长即摆讲安尼，你举倒要去抬，有影？哎，你这囡仔你毋讲话，意思毋着有影呢？哎
呦喂啊，安尼你就是毋对啊啦！是安尼啊去拜托道长呢，甲我练迄落单呢。啊，人安尼遐尼啊辛苦是安尼啊拜托伊的，啊你免来使去找人的麻烦啦。安尼啊，伊毋是要甲你斗相共，伊是要害你呢，啊！伊要害我，无是安怎讲伊要害我的？伊若法度炼丹，互你一只只会去天顶做仙，伊是爱着家己伫咧凡间咧做道士啊，伊家己哪毋先去做仙啊？对，你看嘛，你看恁囝讲即种话，我为着要甲你炼丹，互你食了后会当去天庭去做仙，我找尽啊所有的动物，啊要来好来甲炼一点仔丹互你。既然甲讲即种话，即种囝爱教死人免。哦，对，歹势，道长啊，你莫生气，啊，算讲哦，我教囝较含慢啦，我甲讲，哎呦，牛的啊，你嘛莫安尼。迄吼是安尼啊，家己要开钱，安尼啊，家己去拜托迄道长甲我炼丹的。人安尼为着要炼一粒仙丹，互你安尼啊，才做仙哦。安尼一工安尼寸步不离，拢咧顾迄个路，你唔通对人安尼失礼。毋管啥物代志，好歹拢安尼啊做主啦。你掂，无啊？是恁娘我较大，还是你较大？当然是安尼啊大啊。啊，你若知影我较大，安尼啊讲的就算数。安尼啊要做的代志，你掂拢莫插嘴。